我常常在想，什么是客家音乐？用客语写歌就是客家音乐吗？还是有什么东西是客家的味道？也许没有正确答案，但找寻和创作的过程中，希望未来能创造客家音乐新的样貌，也希望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客家，希望客籍朋友能在歌曲中找到亲切感，非客籍朋友也能对客家产生好奇。其实语言就像大树，由根出发，枝繁叶茂；音乐就像桥梁，跨越山海，唤起共感。参加全国客家文化夏令营时，看着一个个学员和老师，大部分已经白发苍苍，我内心感到不舍与心疼。客家的传承怎么只剩下60、70岁的长辈了？也许再过几十年，客家话真的会消失在生活中。不同语言代表着不同思考的方式，也代表着不同看世界的方式。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母语，我们要如何与众不同？我们要如何面对强势外来文化时，能自信地与他们互动？我们喜欢听嘻哈、R&B、韩团、日文歌、英文歌，但再怎么学 R&B 嘻哈，那终究是别人的东西。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？有什么是外国人看到时会觉得好特别、好有趣的？有次无意间看到阿泰生前唱山歌《北管》的影片时，心中觉得莫名的感动。原来山歌和北管不是课本上的东西，它离我这么近。听到阿泰唱北管挂金牌时，将近80岁的声音依然高亢激昂，我顿时明白，为什么我喜欢唱歌呐喊。原来山歌这种源自灵魂的吟唱，是留在我血液里的。虽然我没有机会和阿泰学习，但我决定有机会一定要学客家传统音乐，将它融合在我的创作中，让更多人认识。